第16章。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，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。耶穌回答說：晚上天發紅，你們就說天必要晴；早晨天發紅又發黑，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。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息，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。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，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看。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。門徒到那邊去，忘了帶餅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要謹慎，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。門徒彼此議論說：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吧？耶穌看出來，就說：你們這小信的人，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？你們還不明白嗎？不記得那5個餅分給5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嗎？也不記得那7個餅分給4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嗎？我對你們說，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。這話不是指着餅說的，你們怎麼不明白呢？門徒這才曉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，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。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，就問門徒說：人說我人子是誰？他們說：有人說是施浸的約翰，有人說是以利亞，又有人說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裏的一位。耶穌說：你們說我是誰？西門彼得回答說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耶穌對他說：西門巴約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還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當下，耶穌囑咐門徒，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。從此，耶穌才指示門徒，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長老、祭司長、文士許多的苦，並且被殺，第3日復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勸他說：主啊，萬不可如此，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。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：撒旦，退我後邊去吧，你是絆我腳的，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，只體貼人的意思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，同着眾使者降臨。那時候，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站在這裏的，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，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。